我这个到了哪里呢？给买了，干嘛我就买了，把所有干嘛我这买开了，把马酒干嘛我这买开好不了。那我把我干啥没了？把人家是不要人家，那比那不是我那吧？保款呢，没有搞得破木呢，保款税呢，把我保款税了。你们谁？你们几个了？哪的病啊？你能嘛病呀？你五个的呀？你们几个的呀？一个。你不呢？二病的这个的，你到病了？病呢？妈没讲。你这病了？你这病呢？这边没了。一没几百块钱。没办法无了，没不多你再交不的，越切就准备给你们弄啊。看看看看。没完，咖啡馆的10标呀？10标呢？那个面领没找也来过呢。没得够啊！你这个你来够了，你够不了嘛？够了马上拿过来，要多少的呢？你这样的别不就他是那个了？我过来大伙我都便宜啊，大伙都便宜了，你大伙那就便宜。